来消息来看，大学学测今仔考落尾一日咯，是考数学 B 甲社会，主要拢是文组会采集的科目。数学 B 会考第一，学生是反映讲出了真正生活化，算毋是讲介困难。高中家长的加油团一透早就到考场外为考生加油，甲因支持。大学学测进入第3天，考试科目是数学 B 甲社会科，是文组的重头戏，学生拢是真认真。有袂少志向是理工科的学生，是为着加增加填志愿的机会，积极到场考。老师说顺便考一下，就一起来考啊，没有胸有成竹啊，就来考一下，体验一下气氛。最主要还是想用数 A 的，数 B 要只是考一个顺便。1-0亮起来，考生进入教室，做好考试的准备。考试开始，学生也拼全力来考，家长也到场陪同关心。一类组如果说考一类组的科目，他可以填的志愿就可以填到一类组，所以增加录取的机会。根据大考中心的统计，数学 B 已经有接近10万名的考生来报考，欠考率是4.29%，比去年下降0.22%。大考中心分析讲，这届数学 B 的考题内容是展望未来的科技，出材是真全面。生活情境的试题能够让学生快速的进入情境来答题，计算量适当。多数的题目可以在清晰的观念下，利用1到3个步骤可以得到答案。大考中心也强调，考题个融合包含运动比赛、抽奖活动等等的生活情景，营造生活当中的数学氛围。因为包含附带等学校、医学系拢采集社会科的成绩，除了文组的考生，也想要做医生的学生，对搁再来的社会科也是真认真来面对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